投資者憧憬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展。環球股市周三普遍上揚，其中恒生指數最多曾漲374點，高見29,999點，距離重上3萬點關僅相差約1點，即使收市漲幅略為縮窄至361點，報29,986點，為依然再創逾9個月收市新高，而且為連續7個交易日做好，累積上漲1463點。儘管市場普遍對後市樂觀，但有大師之稱的信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直言，市況有啲唔對路，騰訊飆3%藍籌股分破頂，港股周三顯著上揚，即月恒指期貨曾突破3萬點關，高見30059點，國企指數最多曾漲169點，高見11716點，收市仍漲158點，報11705點，港股總成交1229億元，沽空額130.66億元，沽空比率10.65%，港股通戶及港股通深合共淨買入12.6億元。昨日股價破位的騰訊00700淨買入2.94億元，周三有1042隻股份上揚，當中騰訊曾漲3.66%，高見379.4元，收市仍漲3.28%，報378元，為連續4個交易日上揚，累漲24元或6.78%，市值累積增加2284億元。其他藍籌股亦做好，長實集團01113，新世界發展00017，太古00019，創科實業00669，友邦保險01299及中國平安02318股價均再創52周新高。港股持續向上，市場情緒普遍樂觀。資深財經專家林一鳴表示，股市早前已經由熊市轉為牛市，現時仍有動力向上，雖然難以突破歷史高位33,484點，但對大市仍樂觀。主要原因是負面因素已經逐漸減退。林一鳴估牛市持續1年。林一鳴指，中美貿易戰只是心理影響，因此在負面因素減退下，股市將持續回暖，預期牛市會持續1至2年，期間港股會稍為調整，然後再回升，無可能再挫至24,000點水平。騰訊近日股價持續上揚，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表示，若騰訊爆升，恒指升破31000點無難度，直言現階段不宜做淡。他料騰訊短線可重上400元關，長線更可望升穿476元歷史高位。原因除回購概念外，其手機遊戲亦重新獲得審批。渣打銀行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表示，今年股票表現有望跑贏其他資產。若從估值、投資潛力及政策方面考慮，亞洲市場日本除外為投資首選，當中又以內地 A 股及香港 H 股最具潛力。恒指第二季初期將較波動，但相信整固後會重拾漲勢。滬中指突破3200點後，有機會上試去年高位約3600點，並帶動恒指漲至3萬點樓上。不過，有券商對後市依然審慎，例如近日呼籲投資者忍手勿加淡倉的沈振盈表示，現時市況有啲唔對路，因為眾多不利因素依然存在，為市場一於小理。情況就如去年初，建議投資者不宜高追買入，甚至要食一半糊。ADR 曾觸及30012點。大中華投資策略研究學會副會長港股李偉傑亦表示，恒指於3萬至30100點有很多看淡後市的熊證。料好友會協多浸桃紅，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周三早段靠穩，匯豐控股00005報66.91元，高0.51元，騰訊報378.51元，高0.51元，相當於恒指曾見3萬012點。